で叫んでるのに気づかぬふりで過ごしてた。激しい雨と風に打たれて今度が俺を呼び覚ます。そうだ忘れられない。がむしゃらすぎる生き方。地球が燃えるならただそれだけで何もいらない。熱くなれ夢見る彼方へ焼き付くほどに手を伸ばして駆け上がれ瞳をそらさず生きてることを確かめろ。而家真龍喺阿爾卑斯山附近，歐洲嘅追蹤組跟緊佢嘅行蹤。唔好放過佢，無論點一定要捉到佢。唔見咗佢啊！佢喺雷達度消失啦！咩話？我哋嘅機器完全正常。繼續搜查佢嘅下落。知道。究竟點解呢？雖然喺好多地方我哋都發現佢嘅蹤跡啊，但係唔知用咩方法先可以捉到佢。可惡！我都想睇下。我想睇下吸收咗31射士嘅真龍，唔知佢而家進化到咩地步。我想睇下，讓我自己對眼親自睇下。你講乜嘢啊？唔可以俾佢繼續再進化落去啊！我哋要將佢嘅爐心解體。咁樣先至可以切斷敵人嘅能源供應啊！冇可能嘅，佢竟然冇呢個可能嘅，冇呢個可能嘅，冇呢個可能嘅。你點睇啊，史丁格？只有佢先至會有咁粗暴嘅打鬥方式嘅咋。我哋絕對唔可以睇小佢嘅，我哋要諗方法盡快收拾佢至得。你同唔同意啊？同意，同意。你講得啱啊！只要有佢一日，我哋就有好多麻煩。我哋一定要盡快收拾佢。控制真龍嘅人係至高無上，冇錯，佢可以控制成個宇宙。為咗我哋勝利嘅日子，為咗可以真真正正就喺世界末日嘅序曲，我已經決定令佢成為呢個世界最偉大嘅活祭品。咩話？求信號？你睇下。位置喺邊度？係北緯41度，西經74度嘅紐約。係紐約啊！好啦，即刻改變方向，我哋向紐約方面前進。點啊？求
救信號喺邊啊？首領啊，快迎多啲收啊！咩話？求救信號啊，就喺佢下邊啊！豈有此理！好啦，出擊！係。阿 K，用真3-1萬能俠2號掩護我哋用 BT 出擊。我知道啦，變形真3-1萬能俠2號。好啦，大家打醒精神。知道。大家小心啲，佢嚟緊啦！大叔啊！好啦，聯絡輪到你啦！果然仲有顯威打！發出求救信號，喺20米嘅前方啊！好啦，我哋開啦！開！就喺嗰度啊！今次弊啦，我收拾唔到佢啊！如果唔想辦法，首領有危險㗎。快啲喐啊！哦，係咩嚟嘅咧？機械人好似係停手！停手啊！冇可能仲有人喺度噶，即刻停手啊！停手啊！龍馬。
估唔到你仍然仲未死啊！似乎你太過天真啦，邊兄。你嘅軍隊連流羅都殺唔死，又點可以打到Invader？係咁，你咪嚟幫我哋手咯！就算多一個都好噶，我哋需要有共同目標嘅人啊！元氣而家已經大過咗好多，亭亭玉立啦。原來你已經發覺啦。對於元氣嚟講，呢18年嚟冇人唔係痛苦噶。佢係傳說中嘅流龍馬。啊！你喺度講乜嘢啊，阿家？你唔覺得咩？你唔覺得好多嘢好難理解嘅咩？我仲記得當時嘅流龍馬身處喺重陽子飛彈嘅爆炸中心範圍內。仲有啊，佢點解仲咁後生啊？睇佢個樣啊，根本就唔止40歲。我記得當時發生嘅事。你記得？當時我被一啲好特別嘅光包圍住，冇錯，係3一射線嘅能量。意識喺無盡嘅宇宙空間漂浮，然之後我睇到有生命嘅記憶。當我醒咗，發覺自己被棄置喺月球嘅3一駕駛艙。翻咗嚟地球，我要消滅晒所有入侵地球嘅Invader。原來重陽子飛彈嘅爆炸將你送到去時空嘅裂縫，對你嚟講就好似尋日發生嘅事一樣，係咪啊？首領，係啊，點解帶佢哋出嚟㗎？哦，係大叔叫我咁做嘅。哦，喂，我哋點樣啊？啊，一個人都冇啊！揾咗咁耐，連一隻貓都揾唔到啊！跟住，快離開嗰兩隻狗！哦。危險啊！
大叔，狗又點會識得發出求救信號啊？但係有屍體喎。我哋係 Invader 假扮嘅咋。豈有此理！龍馬，究竟龍馬去咗邊啊？好犀利啊！喪人飛虎！好啦，真三一萬能俠出擊啦 OK， 阿浩，今次就要麻煩你啦。首領啊！你睇下嗰度啊！嗰度係。你仲未死嘅咩？你呢個老嘢，真係令人懷念。龍馬，估唔到你仲生存翻嚟，你條命真係硬啊！你收聲啊！我今日就要收拾你，然之後送你上西天。真係好笑！如果你有本事嘅，即管放翻過嚟。我所有嘅同胞，你馬上齊集起嚟！而家世界各地嘅 Invader 同一時間一齊開始活動啊！一齊開始活動。所有嘅 Invader 而家一齊向1500地點呢個方向前進啊！發現3一射線有反應啊！咩話？探測到係好強烈嘅3一射線反應，位置係喺1500地點附近。位置喺1500地點，嗰度咪係太平洋？係佢啊！佢哋查到真龍嘅位置之後，就會一齊集中晒所有嘅力量。冇錯啦！我今次有機會親眼睇到，我可以睇到真龍嘅進化啦！緊急指令！
各地真龍嘅搜索組注意，即刻趕去1500地點嗰度集合，指揮塔同埋超級機械軍團即刻出擊。咩話？全世界 Invader 一齊活動？係啊，聽講佢哋集結一齊啊！3-1死光！今次弊啦！3-1死光！原來呢一個先至係你哋嘅真正目標啊！又唔可以再笑啊！阿浩，我哋準備分題啦，睇住你啦，今次我一定會收拾你嘅。阿 K， 等陣啦，阿 K。阿浩，阿嘉，準備好未啊？變形，真3-1萬能俠之後。我明白啦。呢個係陷阱啊！真龍突然出現喺南方嘅島上 ，Invader 軍團集結，超大型嘅轟炸機出發迎擊。阿 K 佢跌入陷阱，可唔可以逃出紐約呢？千祈唔好錯過下一集，降臨橫斷南海之邪神。